清华大学长期研究这个 OLED 的照明，即卖因的团队打造出亲像自然日头光线的智慧 OLED， 这项成果也摕到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。看册看久啊，若是光线唔对，目睭真紧就会出现不爽快。即摆透过电力改变，会使模仿一天24点钟的自然光线变化，依照时间改变室内的室温甲光度，保护目睭的健康。是有时候可能1个小时多就会开始有复苏视的情况，对，就是眼睛会疲劳。那现在换了之后，就是当然用眼过度还是不好的，但是使用这种灯光之后，对眼睛的伤害就比较不会那么大。目前这套技术已经找到合作的医疗单位进行临床试验，希望对长期住院的病人有生理上的帮助。白天最好是窗户打开，如果没有，你应该要有一个慢慢变亮、慢慢变凉、变蓝的一个灯光。但是到了晚上，不要忘掉那个灯光一定要变暗。让眼睛可以休息，让身体可以休息。LED 照明也得到今年科技部的未来科技奖。教授讲，好的照明光线，参健康的身体同款重要。尤其在这生活中充满3C 产品的时代，保护目睭更加重要。记者张根和新竹报道。